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30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透早，新北市三重埔一个60外岁妇人人，甲长期对伊起骹动手的翁台氏，嘛主动去警察局自首。国际上，声援中国白纸运动的人愈来愈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各联合国拢支持中国人民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小型的电动两轮车今仔开始必须要领牌照、保强制险，唔免考驾照，也唔过爱满14岁戴安全帽啊，才会使骑。新车市来看新北市的三重埔，今仔透早，一个60外岁的妇人人，可能是长久以来常常互先生起骹动手，所以伊太因翁啉酒醉困去，摕水果刀啊，甲人刣死。伊嘛主动去警察局自首哦。警方嘛已经开始侦办咯。当地里长是表示讲，进前社会局有请伊去关心，里长嘛有请厝边头尾斗相共注意，无想到讲嘛是发生不幸。新北三重埔的一间人家厝。30透早发生一件太太甲因翁婿刣死的命案，警方初步调查，犯案的是60外岁的负责人，那像是当期因翁婿会甲拍，而到暗时啊，因翁婿烧酒醉了后，搁甲伊匹配叫，那像是趁因翁婿困去了后，拿水果刀啊甲刣死。犯嫌长期遭受到死者的殴打，那其本身患有忧郁症，他在29日晚上19时许，遭受死者酒后辱骂。一时情绪失控，持刀去杀害死者。负责人甲因翁婿刣死了后的1点钟去报案自首，警方侦讯了后，甲伊以杀人罪罪嫌移送法办。当地里长讲，进前社会局有请伊去关心，嘛有请厝边隔壁斗注意，想袂到要是发生危险的代志。是说会打老婆这样子啊，后来我想说，可能就是夫妻吵架的啊，因为他先生本身就。脾气不是很 OK， 我想说可能就少一阵子就好了，没想到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案妇女跟配偶有多次的家庭暴力通报的一个记录。那因为妇女在新竹县的亲友家以及新北市自家之间多次往返跟居住，所以有2个县市政府的社工共同合作来维护被害人的人身安全。社会局表示，因为这个负责人曾在咧新德县因亲正兄，甲新北市的徛街2个所在咧大甲往回，所以由2个县市政府共同合作，甲这个负责人斗相共，包括讨论安全计划等等。负责人捌摕到合法暂时的保护令，最近才甲伊访谈过尔。伊当阵佫讲伊无安全的问题，想袂到所发生这个悲剧，接续会佫进一步来了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民众抗议防疫清零政策的白纸运动继续的拖。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讲已经有示威者向要求去警察局报道，嘛出现伫抗议活动附近的民众嘛受到检查，要求要检查因的手机啊。有学校嘛要求讲有伫抗议活动出现的学生啊，得爱写报告，嘛已经造成民众的惊吓。中国政府强调讲，权利自由拢必须爱受到法律的限制。即马大家拢拼命煽动家己伫社群媒体顶悬的闹会，这是一个无愿意留名、看北京示威现场的民众甲记者讲话。伊表示，警方问是安怎听讲有抗议活动，参加的动机是啥物？有2个示威者甲路透社讲，有自称是北京原警的人要求自告到警局说明，搁交代自七暗时的行踪。目前无清楚警方是根据啥物线索找到参加抗议的人，也无清楚还有偌侪人会被叫去问会。另外一个大学生表示，学校问是毋是出现伫示威抗议地区，佮要求写报告。分析家认为，几天来示威行动甲过去连山发生的小抗议无同，是伫规模甲拓开的程度。A national character, widespread nature of it, that I think makes it a much more potentially volatile and potentially more threatening set of problems that the party in China has to deal with. 第这南居民想要冲出封锁，甲防疫人员爆发冲突，速度将化解封。伫广州市真侪居民伫荔湾区路江周边，对已经实施几个礼拜无共款形式封锁抗议。伫北京大回应日伫街路自首，对任何可能阁发生的示威活动严格防范。有人表示，警方一直要求经过附近的人提出手机检查。任何权利和自由都要在法律框架内行使。
这是历史事件了后，中国爆发上大示威潮，国际已经互相还。澳洲、英国、美国拢有华人集会收听。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今仔早起有真侪学运无共世代的代表，甲中国香港新疆的民运人士做伙徛出来声援中国的被抓运动。因讲民众毋但是对防疫清零政策不满，嘛是受到压迫的人民要争取自由。因呼吁中共当局要爱重视人民的诉求，毋通互流事流血冲突搁再发生。严正看待人民诉求，切勿重演六四悲剧。台湾、香港、中国的学运世代、新疆甲西藏民运人士共同来声援追求自由的中国学生甲公民。参加香港反送中的罗志伟讲，香港争取民主社会运动，受过真侪中国人的口舌，家己嘛互中国学生骚扰，捌丢毒讲爱出面声援。当看到中国有可能变得更加自由的时候，但看到有些人追求民主自由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不支持。杜主义讲，所有互集权压迫的人拢是朋友，有中国公民甲学生加入，其他历史出现转机，有更较侪中国人来理解香港的状况。参加反恐攻运动的柯冠则强调，有人口说中国人即届是土生活，了后有饭食就啥物拢袂管，但事实毋是安尼。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波的抗争的口号当中，确实有中国的群众喊出了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确实有中国的群众高喊了无自由、无宁死。这个白纸，它所代表的是人民不能发出的怒吼，它所代表的是要共产党下台，要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声援的学运世代指出，这毋是各族认同的行动，是支持伫咧民主自由道路的朋友。今仔日记者会嘛爱警告习近平，国际是对中国是高度警戒，若是用武力，中国经济会完全来放弃。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有抗议的民众不满讲，中共当局指控讲，伊是受到境外势力的影响哦。因强调讲，伊无网络，嘛无法度出国，是要安怎去接触到国外势力呢？国际上包括美国的哈佛大学、纽约、伦敦等所在，嘛愈来愈侪人声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佮有联合国拢表示支持中国人民有表达意见的权利。我们现在是能出国，还是能上国外的网？都不能。他们怎么联系我们？联系不上。哪来的境外势力？月球吗？中国人民因为参加被抓运动的抗议，所以香港有境外反华势力介入。中国民众心内是真生气，集体讲出因的不满，现场是你一句我一句。我们都是中国人，境外，你说的境外势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吗？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吗？是斯大林吗？是列宁吗？马克思怎么了？中国境内被抓运动持续咧拖，国际上嘛有无共所在甲因乌烟。美国哈佛大学学生自告伫咧学校内底举言论自由牌仔，甲悼念乌鲁木齐火灾甲清零政策的罹难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联合国拢支持中国人民有表达意見的權利。We support the right of people everywhere to peacefully protest, to make known their views, their concerns, and their frustrations. Is that we believe in the importance of people's right to peaceful assembly and association, their right to demonstrate peacefully, and urge the authorities to guarantee that right. 伫加拿大多倫多中國領事館外口，嘛組織袂少民眾抗議中國的防疫限制。因來倫敦、紐約嘛有攏有聲援的人，這個是習近平就任以來上大的示威活動。記者綜合報道。繼續來看美國的國防部最近發布上新的中國軍力報告，指出講中共的目標是2027年軍隊要有武力統一台灣的能力，買來擴大核武的庫存。到2035年，中共應該會有1500粒的核彈。報告嘛指出講，中共可能會對台灣發動的4項軍事行動，包括海空封鎖、飛彈空襲，還有限度的武力行動加入侵台灣。台海局勢緊張，中共對台的軍事威脅直直擴大。美國國防部發布上新的中國軍力的報告，指出中共目標在2027年要達成會當統一台灣的軍事能力。
而且嘛要增加核武的库存。美国研判中共到2035年，恐惊着有1500粒核弹头，影响着区域的安全甲稳定。This congressionally mandated report serves as an authoritative assessment of DoD's pacing challenge and charts the current course of the PRC's military and security strategy. The report plays a vital role in inform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our pacing challenge. 中共枪在咧演练夺岛的行动，美国的报告当中，佮指出中共可能对台发动的4项军事行动，包括海空封锁、飞弹空袭、有限度的武力行动，也佮有入侵台湾，尤其是结合电子战、后勤、海空支援的联合顶岛作战，来突破台湾的海岸防线，抢滩了后建立阵地，进一步攻击关键目标，甚至攻占台湾。我们国民党团也支持国防部相关强化军力的相关经费跟预算，各种攻台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跟可能性，但是这也增加了美国对台军售的精准度，可以如期如质的交付台湾拥有自我防卫能力的武器。朝野立委拢针对台海紧张的局势表示关注，为国防部做上歹的暗算甲上好的准备。特别注意的是，中共8月为台军演的时阵，就是咧演练海空封锁甲飞弹空袭，要封锁台湾的海空交通，切断补给。另外，学者嘛警示爱防范电子战的威胁。我们怎么样去防堵啊？整个这个最重要的第一波的这个飞弹的攻击，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爱国者飞弹大概应该还是可以有足够的能力来做一个反击的这个能力了。现代战争愈来愈多元，唔是干那靠军力尔。学者认为，中共现阶段就是透过直接咧扰乱台湾，结合网络的攻击，打击台湾人的士气。所以，全民国防绝对袂当干那剩口号，是爱为国民细汉就开始培养抵抗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民进党今仔召开败选了头一届的中选会，通过高雄市长陈其迈担任代理党主席，煞来阁来进行党主席补选。继续来看国民党屏东县长候选人苏清泉向屏东地方法院申请证据保全、重新验票。法官当时裁定讲，证据保全驳回，验票会开调查庭来审理。苏清泉不满，表示讲会提出控告。屏东地方法院是表示讲，当事人若需提出控告，未来交由高等行政法院审理。礼拜5会提出选举无效跟当选无效的诉讼。国民党屏东县长候选人苏清泉这笔开票算票过程疑点真多，二八到屏东地院申请证据保全甲重新验票，隔天法院裁定证据保全驳回，验票是开调查庭来审理。苏清泉对法院驳回结果感觉真不满，稍早上电台受访时表示会提出控告。证据保全的部分被驳回我们还提抗告了。我们现在在加强一些证据，有律师团在收集那也欢迎各位手上或者是在各个投票所有一些照片或者是视频的，也可以都提供给我们。他如果抗告，假设就是申请人他们有提出抗告那抗告的部分，高院那边就会再予以审理。这摆屏东县长选举拿了竞争真激烈，最后由民进党周春美胜出，国民党苏清泉是万外票落在后边失败。苏清泉认为开票速度太过慢，而且由票数无正常变动才进行，质疑宣布无公平。另外，网友公开开票影片，工作人员跟你抢票无点票，引起讨论。开票的顺序的话，大家在网络上看起来，很明显的就是有跟我们自己的认知上面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认定上是有瑕疵的。屏东县选委会总干事杨成发表示，抢票无点票会造成问题，但中选会公文内会看情形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小港区港民里的里长李文正，这届又过当选已经是做第7届了。也毋过却传出讲，伊伫西药子的过程不幸过身。高雄市选委会是表示讲，当选人伫就职进前死亡，要伫3个月内重新选举。新北市某里长当选了后发生车祸死亡，卖来改选。
甲爸爸感情真好的查某囝记录伊做工课的状况，服务热心又搁热心公益的高雄小港区港明里里长李文正，即个顺利连任要迈入第7届的任期，所伫咧当选2天了后，伫洗药剂过程当中往生，互里面家属拢真唔甘。长期都有在洗肾，但其实都算照顾，平常身体都还蛮不错，也都运动，什么控制的蛮好的。啊，就是礼拜5就是例行性的洗肾，然后就像睡着一样，然后就没有醒来。真艰苦，讲看到伊讲当选了连任了会发生这个代志。第二个花篮早是一直送来，李来林长嘛到林长进前来念口，唔甘这么优质的里长雄雄过往。高雄市选委会表示，有接到伊死亡的消息，依法伫3个月内底会中行选举。当选人在就职前死亡，那必须依规定要在死亡日起3个月以内，我们必须要完成重新选举的投票。除了高雄新北市石门区的里长曾庆松同款当选连任，所伫29号下晡开车的时阵，不明原因家己弄电报跳送医抢救了后死亡。警方会请地检署的检察官来详验厘清着死因。当地选委会表示，里长这个课会由区公所经理来解选。记者综合报道。华航企业工会不满桃园机场按说要以航线来规划2026年完工的第3航厦，今仔早起是去交通部抗议。工会认为讲以航线的分配方式会增加咱国内民众甲转机旅客的时间成本，地勤人员嘛爱真走踪是真袂方便。因呼吁桃园机场应该爱甲国际上其他机场同款，同一个航空人民就拢集中伫同一个航厦。第3航厦安排乱，第3航厦安排乱，民众出国团团转，民众出国团团转。这个工会伫交通部门口花口号抗议桃园机场第3航厦的安排方式。华航工会表示，2018年的时，原在规划要以国际航空联名做分配，但是伫今年却传出要以航线做分配，因批评这毋但造成航空公司无利便，旅客也会无傻傻，要求交通部召开公听会，听各界的意见。也就是说，为了增加飞机的使用率，它不可能只飞某一个航线，它可能是在跨航线在飞的时候，一般的民众他也不可能每天出国去非常熟悉机场的动线，所以它航线区分航厦的话，就会导致我们一般民众出国也有可能会面临，因为这个他对于航线不熟悉，以及时间非常的短，然后他可能会非常的焦虑。交通部长王国材29主持交通安全说明会，会后媒体问到航厦分配问题，伊表示分配问题目前还无定案，但是估计第3航厦租金会较悬。第一个，我请民航局把租金先摊出来，大家看一下。然后大家觉得说，是不是还是要做这样的选择？所以我们初步大概比较定案的是，第1航厦是低成本航空啦。在2018年的时候，它的分配本来就是这些廉价航空或者是没有加入联盟的航空，它就是在第1航厦。那也并不影响说我们对于这个1联盟1航厦这个诉求。王国材针对召开公听会诉求，并无正面回应，敢若表示会要求民航局加强沟通。工会表示，若交通部无要听大家的意见，无排除会有更较大的行动。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咱国内防疫已经放零，也毋过小三通阁还未重新开放。国民党团今仔早起开记者会，呼吁政府要赶紧开放，上好伫农历过年之前就当开好。交通部是表示讲已经准备好了，但等待国安会甲陆委会决定。陆委会是强调讲要开放小三通就要先取得两化双方航管部门的许可。难道要我们金马人民也发起白纸革命吗？所以我拜托蔡总统、苏院长能够体察民意，尽速开通小三通。白纸压起来，呼吁政府开放小三通。民工关的立委陈出生以中国的白纸运动做例，希望政府会当体察民意，强调双方人民拢有真悬的意愿，呼吁陆委会会当伫过年之前较紧开通，就小三通来逼出和平的会。有关小三通的客运复航，因涉及运量对等考量及公权力事项，小三通航运业者参与相关的航班会议，并取得两岸双方航管部门的许可，才能实际执行。我们金门地区已经做过民意调查，有70%的民众支持尽速马上恢复小三通。小三通这2年的这个
暂停开放啊，对金门地区来讲，我们的观光产值已经蒸发了70多亿。陈玉珍嘛进一步指出讲，进前伫立法院的总质询的时阵，苏院长讲小三通无开放是中国 CIQS 海关检疫等来改善，但是进前请伫中国的台商去兑换的港口确认，才发现讲相关的人员拢伫咧。苏贞昌讲的兑换问题已经解决，佮讲陆委会进前讲节日会当开放，嘛提出讲当时是一个开放的好日子，希望政府莫阁为难家己的国民。记者综合报道。台股今仔是以14879点收盘，最近是表现了袂歹哦。外界嘛正关心讲，国安基金的护盘敢有退场的时机？财政部表示讲，目前无确定的因素个真侪，强调讲什么时阵退场哦，目前是无具体的规划。物价通膨，全民有感觉。主计总处下修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民强保三，佮表示。国内今年甲明年人均 GDP 不一定会超过1韩。通膨，它如果是市场现象的话，我们必须尊重。强迫的去把它压抑的话，反而是干扰资源的分配。但是不能够有违法的一些行为，像联合垄断啦，像囤积聚集啦，那个行政部门就要处理。这礼拜市场的讲讲，拢伫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威尔特别发表的讲话。台股今日加权指数开盘631点，金融甲航运类股同步走低，盘中资金流向中小型股、汽车观光团散族群起来，指数收复14000点之上。对国安基金护盘是毋是有明确的退场时机？财政部认为无确定因素还佫真多。现在台股当然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平稳。不过未来的不确定因素还是很多啦，还是很多，所以这一部分要等到这个国安基金的管理委员会有决议之后，我们才能够依照决议来处理。中国的白纸运动也让全球股市出现真大震动，对台湾是不是造成冲击？要阁继续观察。最主要就是说，对这个整个供应链到底有没有影响，这一部分我们还后续要密切来关注。不过，国安基金是不是可能开临时会向来退场呢？财政部政务处长翁清华强调，目前无安尼规划，另外退场时机是不是可能就伫农历年节前后？以话真保留表示，这个真难判断明年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园林会主委谢晓生，因为牵涉到一场的性骚扰哦，今仔早起伫立法院，民进党立委范云就亲像上课共款，帮主委上6分钟的防治教育。立委嘛强调讲，若是调查结果出来有性骚扰的事实，主委就应该爱回实的。民进党的立委范云今仔日做范云老师。讲要把质询的时间用来替园林会主委谢晓生讲一节性骚扰的防治课，伊要互谢晓生了解到，选择请女性也是长头毛的女性，拢符合性别歧视的定义。那调查出来真正有性骚扰，谢晓生应该回实的。性别歧视包含就是说，你一定要用女性或者长发女性，那个都可以是性别歧视。性骚扰就是有性的要求、性的意味，还有性别歧视。谢谢这个范围的指教。除了性骚扰的指控，学者出身的谢晓生，嘛互周刊翕到坐公务车，佮叫秘书陪去咖啡厅讲课，互人指控公私不分。谢晓生表示，目前已经改去园林会咧讲课，无认为过去的做法有问题，毋过有检讨的空间。所以您现在的调整，会觉得以前做的方式是有待商榷的吗？我不认为，不好意思，我认为如果是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公务，我觉得没有什么。园林会争议必白刷，即马阁有核研所的官员用来升等的论文，互同一间媒体也空讲有涉嫌抄家己博士学士论文的问题。园林会表示，初步发现有3篇牵涉到升等的论文有问题，已经先摕落来。另外，阁3篇有疑虑，也阁来进行比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小型的电动2轮车，对今仔开始哦，虽然同款唔免考驾照，也毋过必须爱领牌照，投保强制险哦，嘛要满14岁戴安全帽啊，才会使骑。因为明年底进前哦，唔免付450块的牌照行照的费用，所以应该有真侪民众会赶紧要去领牌。
英国的电动自行车即马改名号做微型电动二轮车，标准的规格是使用电力，时速伫咧25公里以下，车的重量包括电池，伫咧60公斤以下的两轮车，为30开始爱去监理站申请牌照甲行车执照，才会当伫咧路顶骑。台东监理站考虑目前这种两轮车，伫咧台东县包括偏乡甲离岛，差不多有5-6千只。车主要申请领牌是真无方便，30特别去一间车行驻点，协助车主验车、申请甲领牌。未来要持续伫咧各地驻点来办理。最主要是看我们民众集聚的一个情形。如果说我们今天是在南华这个点，因为这个点我们可能就今天已经集聚了30几辆哦。透早来办领牌民众是真侪，车行嘛协助民众把旧的车牌拆掉，再个安心的白色底变好是青色的车牌。监理站嘛特别向民众宣导相关的规定，包括爱满14岁才会当骑，唔免考驾照，骑伫路面爱遵守交通规则，嘛袂当乌白改装，车速袂当超过20公里。上界重要的是爱投保强制责任险，若无上当会当罚5000四。已经领到牌民众讲，安尼若像上一节交通安全课，嘛讲有牌照安尼骑起来会较安心。安全啊，还有保障啊。山区监理站呢，就比较时间比较长，来这边比较快。台东监理站表示，出厂的证明车主若是拍无去，伫咧领牌甲验车进前，会当甲原地买车的车行申请，或者是请台湾电动车辆发展协会补发证明，就会当完成领牌的手续，而且到明年年底进前。免收领牌费用450块，所有车主都要赶紧去领牌。记者综合报道。又个传出中国渔船越界掠鱼，台中的海巡队昨透早发现有一只中国渔船伫大渡溪外海41海里的所在伫掠鱼，用广播放送要求停船接受检查，也毋过对方拢无要睬。海巡队就停船去检查，因为违法的事实是真明确。船长甲船员计共13个人是互带到海巡队去侦办，伫船顶嘛发现有7公斤的猪肉，就随毁掉。乌索索海面上所有一个所在看起来光死死，海巡人员详细确认是外界中国渔船，随即要求停船受检。不过对方看到海巡人员，毋但无要停落来，还佫想要加速转弯来绕跑。前方大陆渔船，停船受检，停船受检。海巡人员入去了后，进行停船检查，时间是29号凌晨。海巡人员执行护渔任务，伫大渡溪外海41海里处。发现这只中国渔船外界来掠鱼啊！海巡人员最后来逮捕中国籍船长甲船员，拢总13个人。该船是于11月28日中午自福建省石狮市祥之港出港，非法越界捕鱼事证明确。虽然13个人快筛拢是阴性，不过海巡人员还是穿着隔离衫进行全船的消毒。而这组虽然无查到渔获，不过所发现船顶有7公斤的猪肉。随即通知农委会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台中分局派员实施清消及封存销毁。海巡队表示，中国籍渔船最近外界掠鱼真频繁，嘛造成5方的渔民渔业资源的损失。除了加强海上巡逻频率，违反规定的，嘛依照违反台湾地区以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来上班。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的食品业务安全处抽查台中市36间业者卖冷冻冷藏的调理食品位伫台中路中边一间牛肉面的老店卖冷冻水饺，佮有变色，互验到大肠杆菌钞票，罚6万块。台中市食安处公布，今年到10月为止，市面上卖冷冻冷藏调理食品抽验结果，其中一间知名面店的冷冻高丽菜肉水饺，猪肉变色、大肠杆菌钞票，限期改善后，护照也是无符合卫生标准，依照食安法分别罚3万块，而且佫爱销毁产品。不过这是今年5月稽查结果，市府过半年才伫网站公布新闻稿，引发议论。但是在这系统里面看不到它稽查不合格的内容和原因是什么，所以一般市民呢是无从得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拖延的作业速度，其实对店家业者来说，其实也并不公平。面店业者表示无奈，已经有加强食品卫生管控，不过市府煞无过复检。
只好家己出钱，请中兴大学检验有合格。毋过食安处网站到打无更新，严重影响名声。食安处强调，食安稽查了经过抽验甲行政流程，为稽查迄天算，2礼拜后会公布伫食安 JIS 专区。这个只是整理这半年来专案稽查的成果，并无延前公布。响伤也很大，但是客人。他们知道我做的东西都是好的、干净的，我就尽量改善。我像水，我就用逆渗透的水去处理，这样子。现场制作的产品多是制作以后冷冻或冷藏保存，短期及煮熟供应，较无风险疑虑。是否持预先防范的态度加强稽查，并以辅导业者改善修正制程。食安处表示，这6项产品是冷冻调理食品，爱煮熟才通食。煮熟了，大肠杆菌等风险已经大降低。后续也无定期前往稽查，若后早无合格，会搁开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韩的货运司机要求上架工资保障，发起罢工已经第6天了，甲政府的谈判一直破局，罢工嘛造成货运量减少1成，超过250个工地停工哦，一日的损失是超过大约4亿。南韩总统昨嘛已经下令要求复工，也毋过司机工会成员是用剃头来表达讲，因要抗争到底的决心。南韩货运司机工会2日发起罢工行动，到即马已经连续6天。罢工造成全国货运量减少1成，超过250个工地停摆，6天损失超过24亿新台币。互已经无好经济是愈来愈害。总统尹锡悦伫内阁背书之下，29下令2500多名暗头货运司机复工。这是南韩政府史上第一摆发出强制复工的行政命令。 화물연대 여러분, 더 늦기 전에 각자의 위치로 복귀해 주십시오. 제 임기 중에 노사 법치주의를 확고하게 세울 것이며 불법과는 절대 타협하지 않을 것입니다. 尹锡悦口气真强硬，并表示未向非法的罢工行动点头。违反复工令，会处上悬3年徒刑，或者是新台币69万的罚金。货运司机工会是成员硬对硬，29工会成员举行剃头帽宣誓大会，佮强调会发起16场示威，坚持抗争到底。 정부가 오늘 발표한 개시명령에 대해서 저희 화물연대 본부에서 전국적 16개 지역본부 동지들과 같이 일하고 삭발시위했습니다. 通会碰中甲油价欠悬，互卡车司机接未消。我们土甲货柜货运要求政府将年底到期的上架薪水期限搁延长3年。其他比如油料、钢铁包装这货运物流工会也要求比较办理。工会为6月以来已经发起2摆罢工，24甚至动员全会25000名会员加入。 相同全国6派的货运司机拢加入罢工，政府甲工会到即马无共识。南韩商业团体呼吁货运工会冷静坐来谈判，不过后续谈判问题是毋是用化解，还阁观察。国视新闻张淑芬报道。 来看嘉义阿里山铁路，昨早起有一台轿车，可能是日头伤过插目，无看到栅栏已经放落来，就直接驶过去，嘛去弄到工停车，加载是无人着伤哦。也毋过，这驾驶已经违法，上最是当罚9万块吊销驾照，嘛可能爱负担工停车维修的费用。 黑色轿车停伫铁机洞内底，正面后壁车身弄甲密密茂茂。轿车车主29号透早经过嘉义林铁伫德徛的第47号滨高道的时阵，无注意到滨高道铁机洞已经放落来，直接开入去，互林铁工程车修车弄到。因太阳东升，阳光刺眼，视线不佳，导致平交道栅栏已经放下，刹车不及，撞上阿里山深铁工程车。所幸当时工程车车速不快，无人受伤。 工程车驾驶甲轿车车主落车巡看状况，虽然无人受伤，但抢滨高道肇事已得到条例。轿车车主爱面对上悬9万块以下的罚款，并吊销驾照。这个事故嘛造成工程车车门、车身损伤。初步检查结果，手车车门以及排障器损坏。本处将配合警方调查，并求偿相关费用。 林铁滨高道不时有汽车乱冲的事故，今年初嘛有轿车乱冲，互铁机洞攻着，卡伫滨高道无法度震动。警方林铁嘛，搁一摆呼吁民众遵守交通规则，以免害人害己。记者陈焕武、柯建俊嘉义报道。
最近渔民开始抓麻仔咯，宜兰头城的乌石港哦，就停真侪外地渔船，在地渔民是真不满，因认为讲这外地船哦，唔免申请地单进港，互因的船无地停，嘛影响到出入的动线。头城的议会是表示讲，明年开始外地渔船会来限制数量哦，嘛会规定讲爱申请才会当来出入乌石港。伫头城乌石港，有真侪抓麻仔的迪牌啊，逐年便来到抓麻仔的时期，都有真侪为花莲、台东、甲屏东等等外县市来的渔民，驶大型的迪牌啊来到乌石港抓麻仔，不过煞是引起头城在地渔民的不满。当然有影响啊，想要出去钓鱼也不能出去进来，回来也回不来啊。在地渔民认为讲，外县市的迪牌啊，唔免经过申请，就停入来乌石港内底，影响在地渔船啊停休的空间，嘛影响出入的动线。有当时啊，小闪新船阁会去挨着，造成损害地势冲突，也阁有经济损失。先出去，他要先出去，他又要绑里面，又要先出去，又要所以意见不合，意见就不合啦。为外地来渔民讲，今年麻仔的时期较早，如果集中伫咧宜兰，乌石港目前停买200只抓麻仔的迪牌啊，差不多有一半拢是外地来的。出入的时阵，若无互相一个，加减会有冲突。从明年开始，外籍的大型管华来到乌石渔港，一定要经过事先的申请才能够进来。原本伫乌石港内底，在地大细只迪牌啊，差不多有250只，即马阁有外县市来的。互冲突是愈来愈严重。头城区渔会讲，经过协调了后，会由县府伫咧乌石港内底规划互外地渔船停休的所在。为明年开始，外地渔船爱伫咧有名额限制情形之下，经过申请才会当入来乌石港，希望会当解决停船甲出入等等相关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花莲入雾溪出海口，佮有花莲溪出海口，最近风背山是真严重，嘛影响到附近的砖头空气品质甲行车安全，所以呼吁民众哦，最近得爱特别注意。花莲受影响的入雾溪出海口，真强东北季风，互人徛拢徛袂知。河北的风背山背向南平的新城村，为降低风背山，公所透早就派人伫主要街路验水，车经过时阵也是硬碰碰。东北季风一吹起就这样了平常门窗都要紧闭啊，吃饭的时候也是很困扰的事啦。花莲溪只有伫出海口有南山风背山的情形，气象局表示，东北季风拢是伫10月到4月，提醒经过机车骑士爱注意。如果它够大的时候影响你的视线，你可能就要注意了，因为你基本上沙够轻，它就表示它会吹得很远，然后它也容易进到你的眼睛。你如果眼睛没有防护好，你是比较容易有进沙，所以你的视线就可能不好。根据管区资料，花莲风背山的情形上严重的所在是入雾溪出海口、花莲溪出海口、秀姑峦溪开阔的所在。入雾溪是管管河川，这几年来摇绿化，暗过效果无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沿海地区哦，流浪狗的问题是真严重，嘛保护民众为着要闪狗啊，结果累残重伤。台南市动保处是按算要来设临时的收容所，嘛请区公所去找适合的地点哦，也毋过却拄着真侪困难。今日去台南万里动物之家，流浪狗伫工作人员的照顾，大家拢变甲真活泼，等待民众来领养。不过台南2个动物之家早就客满了，而且进前合家的动保园区受民众反对，继续伫咧沟通。面对着规大阵的流浪狗，是无都搁再收容啊。那目前2站的收容量大概是1000出头，大概这个数量这样子，对，明显收容量就是量能没有那么大这样子。2个动物之家大约会当收容上1000只，不过根据农委会调查，台南还阁有19000多只流浪狗伫外口落落扫。市政府动保处规划设置临时收容所，而且各区公所也找出适合的地点。不过所推荐的地点呢，却因为附近有真家厝，而且地貌无符合的问题，互公部门真歹推动。多半都是因为地目法规的不符啦，这样子。那有些地方可能就是比较不适合，或比较离住宅比较近，那个也会不大适合这样。因为当初的部分上来讲，在新营区、在新营市的时候，那边就曾经有我们的流浪犬的收容，我们有提供这个点给区队去做评估。
为着要解决流浪狗攻击人的问题，农业局今年也运用无人机甲 AI 人工智慧科技来调查各热区流浪狗的分布，利用掌握族群数量，更加编2500万的经费，伫各地头设置临时收容所，按算明年开始要执行。目前敢若会当请公所继续找找适合的地点，若准设置完成，会大声收容在地流浪犬。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观光局伫梨山古关布置圣诞树树，要加添过节的气氛哦。嘛特别邀请今年得到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的原住民阿嬷来点灯，那么做伙先来欣赏。梨山宾馆头前有2丛28公尺高的大青树，已经有按灯光起来准备要迎接耶诞节。这也是全台湾海拔上悬的耶诞树，而且梨山耶稣堂拄整修好，民众来到这就当感受到过耶诞节气氛。非常非常的兴奋。我如果说每一年都有举办，我每一年都会过来这边。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特别，那主办单位非常的用心，好让我们这观光客多了一个景点可以欣赏。为着要迎接耶诞节，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举办第2届梨山国馆灯光节，今年特别邀请到金马奖最佳女配角詹丁梅来参与。今年的梨山国馆灯光节按算伫咧12月初1正式起工，活动会一直延续到每年1月初8才结束。我们三山处每年都来办这个活动，而且把我们梨山地区美化的漂漂亮亮。可以演到啊，从环山可以看得过来，可以看得出来。而且这里啊，真的是很漂亮，很漂亮。不止这里，所有这里的游客中心，这整个周边都非常的棒。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伫咧梨山地区，包括南胜楼、梨山宾馆，也有营园区3个所在，已经有设即时的影像摄影机，会当360度24点钟直播现场美丽景致，互大家看。民众自12月初1了后，就当透过直播随时看到梨山的美景。记者综合报道。外人有真侪人的皮肤就会开始打色出问题，有真侪人有异位性皮肤炎的症头哦。耶稣是提醒民众，上好是使用无抗白菌成分的药膏，嘛尽量选无芳疗的药膏，会当减少对皮肤的刺激。天气变化大，真侪人的皮肤嘛对咧出问题，其中异位性皮肤炎上噩耗。药师提醒，市面上只种的药啊800款，但是针对异位性皮肤炎，千万唔通黑白买药啊，应该找无抗微菌成分的药膏。持续的接触这个抗霉菌药的话，反而会造成抗霉菌的抗药性，因为它的适应症就会写就是霉菌感染、表皮霉菌感染、香港脚啊、汗斑、骨癣这类的。如果单纯是类固醇的话，大概就是写过敏发炎。改善异位性皮肤炎，除了抹止种的药啊以外，卫福部嘛强调爱保持皮肤的水分，平常时身躯洗了、手洗了，拢会当抹寡油性的身躯膏。不过身躯膏的选择嘛是一门学问。适合的保湿剂呢，其实是因个人的体质而异。那基本上就是说，尽量就是避免一些香精啊或者是添加物引起过敏。那另外是动物性的油脂的那个药膏的话呢，比较植物性的药膏容易产生过敏。皮肤要健康，就靠骨内抹药啊，甲保持水分。卫福部建议民众会当加食一寡菜类、果子，衫裤唔通穿伤红，减少身体过敏甲发炎，才袂天气一个变得一直白。记者麦上英总派文台北报道。南投县政府农业处甲环球科技大学合作，辅导6国德山的农民开发生物灰炭等相关的产品哦，望可以当来达成循环经济目标。那么做伙来了解。南投德山阁有6国是德甲的主要产区，为着要解决废弃德甲的问题，县府农业处阁有环球科技大学合作，辅导农民把农业废弃物变做有经济价值的生物灰炭。竹林废弃以后，那竹材都丢在旁边，那我们做一个循环经济，废弃再利用。站在政府立场，让农民了解一下，经过这个计划、这个探花以后，怎么样来协助农民？他们利用他们的创意开发出来这个原始森林炭以及这个结合化肥跟酵素的这样子的一种综合效用的这个碳。甲德甲拍打跟烧过了的灰炭，就是生物灰炭，对作物的生长是真有帮助。除了协助农民解决农业废弃物的问题，也通增加农民的收益。农业上面的应用呢是非常的有效
它第一个是可以保水了哈，可以保肥，而且可以除臭。它对于整个水土保持，对于减少污染对于农作物的这个促进生长呢，都是非常有帮助的。经过咱这个简单的处理过了后，咱这个生物炭的变伫咱农作物内底，会使讲起是非常对这个作物的根啊、蜘蛛啊，还有蝗虫拢足好的效果。所以咱推广互咱这个林农会使讲来做一下迄个废物利用，增加咱农民的收益。南投县农业处也鼓励农民继续来研发生物废炭的相关产品，希望通达到循环经济的效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企业家柯兆邦，伊用40天的时间记录台湾的国家公园，包括阳明山、玉山、雪霸国家公园等等。透过伊的镜头，替台湾这块土地做记录。最近伊的作品嘛，伫新竹县文化局展出。为着要将国家公园珍贵画面记录落来，就要爬过一粒搁一粒的山头，才有法度翕一张相片。林业家徐兆邦开40年的时间，将台湾10个国家公园的美丽风景变作珍贵的相片。觉得蛮感动的，因为这就是很难想象，这就是我们从小长大的国家。透过我的镜头去收集这10个国家公园，然后集成一本画册，宣导说：台湾这块土地非常的漂亮。徐兆邦讲，一张好的作品必须要先感动家己，才有办法感动别人。为着要翕好的相片，过程常常拄到真济困难。有当时一个所在要行几6摆，阁无一定有机会。有一年我是在除夕夜吃完年夜饭，我就上山，一直待到元宵节才下来。所以在那个15天当中，我就是等于14天，再加22小时，是天气完全不好，是整个人笼罩在云雾里面。只有2个小时天气好，那2个小时天气好的美景真的是叹为观止。展览在新竹县文化局展到12月初4，民众透过作品会当了解台湾国家公园，也对相片内底感受台湾美丽多彩景色。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咱来看美国一个延续生命的基金会，应该199个癌症、渐冻症病人，共有100只破病的宠物，伫意识佮清醒时，并伫零下196度液态氮的环境进行保存。望讲未来有一天医学进步，会当来恢复因的性命，互因佮活起来。也毋过目前主流的科学界是认为，这应该是无啥可能的代志哦。有风声讲，包括中国佮罗西亚，嘛拢有在研究这项技术。伫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史考斯戴尔的一间建筑物内面，一寡比人还佫较悬的金属桶，看起来敢若是工业设备。不过，你敢知影内面装的是人体？无毋对，就是因为疾病或者是意外造成的心跳甲喘气拢已经停落，或者是重度昏迷、脑死的现象，被宣告法定死亡的人体，因伫在身或者是家属要求用液态氮冷冻保存，等医疗科技更较进步时阵，结果甲因救出。麦克斯摩尔是美国研究人体冷冻技术的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正执行长。伊讲，即马已经接受199位癌症加渐冻症的患者，也有100只天物。伊讲，即款病人的状况就敢若是长时间昏迷，身体停止新陈代谢，器官暂停运作，并不是真正死亡。In our view, dying is a process, and cryonics stops that process. It puts dying on a pause. And lets you go into the future where we have greater capabilities to reverse that and bring you back to life. 人体成熟细胞的冷冻保存技术已经有几60年的历史。冷冻的精子加卵子会当互无生的人用人工受精生囝。阿尔科就用同款方法来冷冻人体。讲较简单的，就是把被宣告死亡的病人放入去特别制作的病床。边啊放冰甲冰水，并且用仪器保存细菌循环，各种自动心肺复苏器加呼吸器，保持病人的血压加体温，避免细胞受损，也防止病人醒起来，就是让病人无生化加神经反应，这个是基本的卫生状态。The disease or injury cured or fixed. And the person has a new body cloned or a whole body prosthetic or their body reanimated, and meet up with their friends again.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报道，阿尔科就以医疗应变主任，
被邀请到中国山东云峰生命科技研究院指导人体冷冻服务的技术。文章内面也讲，这座由中国官方资助，各界研究员超过1000人的升级中心，总共投资2亿台票伫咧人体冷冻的研究。目前知影包括美国、俄罗斯甲中国，拢有人体冷冻研究机构。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气候变迁严重影响到农业，咱来看以色列有一个种子基因银行，收集农作物的 DNA 来进行改良哦，望讲会当来发展出适合未来环境的品种。青山敢若是被做产的以色列食物学家辛格，伫该萨利亚一个树林内边巡，若是有发现新的物种，伊就会收集伊的籽，将这款籽分类了，放伫个袋仔内面，顶头写名，佮将这款籽送到食物基因银行冷冻保存。像辛格这种科学家伫咧以色列真多，因去4月野外收集无共种类的麦仔甲其他野生作物。希望赶伫咧这款物种，因为都市化甲极端气候而绝种进程，甲因的基因完整的保存落来。ולהכניס אותם למיני התרבות. מיני הבר הם נמצאים כל הזמן בטבע. הם חשופים לכל המחלות ולכל השינויים, ולכן יש להם את כל העמידויות שאנחנו מחפשים. 伫咧该萨利亚的种子基因银行是以色列国家农业研发中心的分支机构，才有收藏上万种的食物种子基因。虽然规模毋是世界上上大，但过以色列横跨欧亚非3大洲的特殊地理位置，而且又国外西非2河流域的农业发源地，收集的食物基因样貌甲特性拢更加多元化。We will collect from nature as many samples as possible from different areas because we know that different areas have different adaptations of the plants to the environment where they grow, making sure that we have here as many or as diverse traits as we can. 基因银行除了保存食物种子的基因，也进行作物 DNA 的改良，透过基因工程的技术，成功改良的小麦，大幅度缩短成长的周期。温度正悬的天气也会当栽种。世界银行继续对各国政府发出警讯，极端天气所造成的冠温、酷化，更加严重的天灾加变虫害，对农业生产的威胁愈来愈大。食物基因银行就敢若是保险，替子孙传粮草，和人类会当世代永存。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华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21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